生的时候，要考察一切前前后后的苗理，不受于邪，则邪气自去。你们知不知道，天底下什么是最难控制呢？就是我们的心猿意马呀。所以要修道，就得学习锁心猿，勒意马，而修道的火候也就在于不动一心。徒儿们要怎样使心胸开阔呢？要从扫心地着手。贪嗔痴乃地狱之根，由此衍生了千千万万的杂念。徒儿必须扫尽内心深处的这一切，直到最后，即使是善恶念，亦不使它存在，以免执着于两端。杂念扫尽，自然心空，则心胸便开阔了。譬如有人问，忍住一时之气，对修道有好处吗？其实好处不多啊。忍是贤人的功夫，未达真道者才须忍，达者就不必忍了。心中若无成见，就不必忍；心中若不起凡圣善恶之分别，内心能平平静静，也不必忍。这是佛圣的自然。因为忍字乃刀刺在心中，很痛苦啊。由于佛性没有憎恨，也不会难过，所以佛圣并没有忍的功夫。修道人若能到达不必忍而又不憎怨时，心自然能够平静啊。丈夫